咱个来看新竹县第8分局一个姓潘的查某警察，被指控讲伊涉嫌伫掠零件兼采药在趁。警察临检的时有看到伊，也毋过伊讲伊是去找朋友，无不法的行为，也毋过出入无正当的场所。这警察嘛已经封记大哥调职，嘛禁止配枪。这种听起来让人都超心动的话术，朋友啊，绝对不能相信哦。西家郑清秀翕轰炸宣导，这名姓潘的侦查组任职新竹县第8分局，进前几摆登上好人好事，也捌加入校园做一级讲师，这摆刷合理证据。用性感的姿态来翕相，店家强推的服务生，亲像都是涉案女警，涉嫌化名芊芊来接客提供全套服务。时间杀回到5月7日暗6点外，伊伫执勤时间，一个人走去新竹市。迄天暗时9点半，辖区警力临检发现伊伫掠零店现场。5月15，伊的所属分局协报展开调查，这名女警也防押出欠钱买毒食咸菜，也毋过经过流检了后无食毒。他从警服务大概5年，那家境小康，也未曾听有经济上或者是特殊的癖好。现场负责人表示认识潘女，令中信柜台交也表示潘女前往拜访谢姓负责人。虽然涉案女警讲是到掠零店去找朋友，无做不法行为，也毋过涉入无正当的场所，已经封用大哥调职，佮禁止配枪。继续厘清动机，警方也讲认为，只要重视性教育熟悉，都会直接态度。警察如何提高这些大家的私德的部分？首先，第一件事情，我觉得，我们这些只能从个人教育以及心理的这些支持这个角度下手。我们目前对于这种支持面的概念，大概都仅止于出事以后去处理。为警察涉诈涉毒，这摆阁有女警疑似性教育。警界防治事件一直出现有下车建议，安怎强化警员的职业认同感也真重要，更加建议上级加强平时的关怀甲辅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